线顶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黑狗兄五三九频道。黑狗兄今日要来甲大家介绍3月14拜五精彩539沙车国防版。咱今日这版沙车国防版为1月18开始，1月1839开第5粒下一期拖三四，39下一期拖三四。三四下十一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下十一期家画起来。咱先看这期39下一期拖三四，三四搁下四期1、2、3、4下四期的第一粒，甲下5期第一粒，搁来下6期第三粒。这三粒豆仔，01、05、09会伫咧三四下十一期开。咱先看01第一粒顺开，再来05第二粒，09第三粒，沙车国防。再来，咱即摆看第二期，第二期伫咧2月初5。2月初5，这嘛是共款，第5粒开39下一期拖三四，再来三四下十一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2月18家画起来。共款三四下四期1、2、3、4下四期第一粒，甲下5期的第一粒，再来下6期第三粒，这三粒豆仔10、12、19，共款的伫咧三四下十一期开。咱先来看10，第一粒顺开，再来12第二粒，19第四粒，共款是沙车国防。即马咱来看上后一期，上后一期2月28。39开第5粒，下一期共款拖三四，再来三四下十一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 ，3月14拜5家画起来。共款三四下四期1、2、3、4下四期的第一粒，甲下5期的第一粒，再来下6期的第三粒，这三粒豆仔08、09、24，共款的伫咧三四下十一期开。下十一期就是咱3月14拜5。黑狗兄甲大家介绍即版精彩539沙车国防版，这三粒豆仔08、09、24，互大家做3月14拜5。精彩539沙车国防版参考，这三粒豆仔大家嘛会当坐车做使用。以上是黑狗兄今日的分享，今日的分享就到这，感谢各位朋友今日来收看黑狗兄的影片，大家再会。